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愈加愈大，嘛去扫到泡面公司唯一跟2间食品厂。中华县卫生局稽查了后，已经要求业者甲有问题产品隆重回收。不过泡面厂内底这辣椒粉的数量甲品项煞对不起来。高雄市卫生局表示，违法进口辣椒粉的这个丁赞公司是用海顺国际食品的名义来出货，会阁约谈海顺公司来说明。专案嘛已经送予检调来侦办。中华县传出有3间食品公司买到蓝苏丹红的咸姜仔粉，分别是药品香料、好品面公司甲威力泡面公司。中华县卫生局稽查了后，已经要求业者回收有问题的产品。但是，威力泡面公司的咸姜仔粉品项数量等等的资料却对不起来。这个部分我们要再请高雄市卫生局厘清查证，已经函文给他们来做确认。那他们也已经收到公文了，那等高雄市他们调查确认之后，就会再通知我们，再进行后续的办理。如我们那个官网所说的声明书里面，我们确实是有用到、有见到。那第一次使用，我们也有送验，那我们也有取得第3公正单位的检验报告。关于数量的部分，我想就可能由高雄跟彰化这边再去做厘清的部分。威力公司初步发生明产检验报告驳回，表示产品原物料拢有检验合格。高雄市卫生局回应，违法进口咸姜仔粉的丁赞公司是用海顺国际食品的名义出货，会阁约谈海顺公司说明。中华县卫生局目前申请业者暂停使用有疑虑的原料，是已经请业者做暂停出货场内要下架暂停出货嘛？那我们也有进行现场的一个全面性的产品的抽验，对，那就会依照后面的检验结果来进行办理，这样子。这个苏丹红是按风波愈逼愈大，中华县卫生局表示，偷掺苏丹红色素的时机，有可能伫咧种的时阵就透染伫农药，或者是洗咸姜仔加粉的时阵染掺落去，拢是为着让咸姜仔粉变红记记。所以卫生局也提醒民众，天然的咸姜仔粉色水、香味拢较自然，民众千万唔通互红记记骗去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